内政部推动中正路、经国路改名，有地方是质疑讲劳民伤财。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是强调讲，伊无希望造成社会对立，就爱加强沟通哦。也毋过袂当无要推动。针对改名爱开偌济钱咧，部长是强调讲，这无法度按算。也毋过内政部会以出转基金的预算来协助。要沟通，好，不能够不推动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立场，那也没有改变。内政部长刘世芳就算无大响的，也是强调讲转型正义的工作一定要进行，包括以中正甲经国号名的街仔路爱改名。不过连续几啊天，国民党籍的县市首长是真反弹，认为改名毋那是改路名，包括户口、门牌、证件等等的户政记录拢爱得咧变动，这爱开偌济钱，恐惊是真恶估算。没有办法预估道路要改名的部分呢，每一个县市政府都有它道路改名的自治条例，内政部乐于协助的部分就是促转基金的预算来协助。你讨厌看到蒋中正，那你那个100块的钞票每天看到你改钞票啊，大家靠欺骗嘞，讲那个什么一次补助10万块，小儿科啊，因为改一次新台币的版要500亿，他不敢讲啊，所以这个就说很这个这把心赢啦。毋那是新代表，在野党嘛质疑讲，敢讲连国军 IDF 经国号的战机嘛要做伙改名咧。刘世芳强调讲，内政部干那负责地方政府的部分，民进党嘛表示，路名要改唔改是由地方政府决定，中央依法补助，唔免讲到迄边去。改路名的权责是地方政府，社会到目前为止，显然共识仍然不足。这更让我们深刻的体认到，转型正义的努力跟推动是不能终止的。处理违款上顶真做难题，内政部强调听诉正义、转型正义，也有地方为基层到顶悬的沟通，每一部分拢真要紧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